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朋友阿奇又搁来了。咱这回呢，要来甲大家报告的是上新的一篇论文。咱顶一道呢讲到的主题叫做永续治理下面的论性。咱这回嘛是另外一个会使讲伫现主是2024年，也是明年2025年的上新的一个概念，叫做人工的智慧，也就是 AI 啦。咱即马呢要看这篇呢是人工智慧的趋势下面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策略甲法规的调适作为之研究哦，这名是足长的，你会使参考这个影片的名嘛会使啦。这篇文章呢是一个法律的张律师啊，甲其他咱公共行政界大咖的教授，包括着咱的阿元啊、陈敦元，甲这个阿周廖平洲，甲我的这个老师黄教授啊，伊即马伫荷兰啊，因甲其他的博士生啊，共同来写一篇文章。咱现在啊，就来带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 AI 对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伊伫策略甲法规的调适的影响。咱知影讲 AI 的技术伫公共服务中的使用，已经变作是所谓转型的关键。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啊，法律规定甲风险的管理，又搁是一个也未解决的问题，所以政府啊应该爱去制定前瞻的政策，来确定讲 AI 技术啊会互正确的使用，伊的风险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使受到控制。这是这篇文章的背景。过来咧，歹势，甲大家补充者，这篇文章是伫倒咧？是伫咱国立台北大学因所发布的行政甲政策学部即个期刊啊，会使讲是咱国内公共行政界啊，排名伫头前的，算讲啊是真重要的一个学部就对啊。OK， 所以你若是有兴趣，你去拍这个行政甲政策学部内面，拢有互你啊免费来去掠落来看。好，咱继续，咱拄则呢讲了这篇文章的背景了后，过来小可甲大家介绍一个伊用的研究的方法，甲研究的范围啊。这篇文章呢使用的是这个 IAD 的架构。听到 IAD 大家就心头准一下，对无？伫前几年啊，有一届伊公共政策的题目就考这个 IAD 啊 ，IAD 嘛是阮教授甲我的这个硕士班的论文，我就用 IAD 啊。因这篇文章嘛是用 IAD， 因为咱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这个法律的规定啊 ，IAD 嘛真好用。说啥叫做 IAD？ 你去我 YouTube 顶悬有一个影片咧介绍这个制度分析甲法典的架构。好另外呢，伊个配合使用着这个 RIA， 啥物叫做 RIA 咧？叫做管制影响的评估。咱讲政策分做4个种类，其中一个叫做管制型的政策。即马咧，咱讲管制人民会袂爽，所以呢，即马你若是要使用这个管制型的政策，进前拢爱透过这个 RIA 管制影响的评估来看卖你这个管制是好是歹。好，所以这篇文章呢，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叫做 IAD， 第二个叫做 RIA， 来做这个法律学顶悬的比较的分析。内面伊所研究的范围包括着欧盟、OECD、美国甲英国伫 AI 公共服务使用当中的经验，来做分析甲比较了后，来去讨论即寡国家伫咧推测 AI 使用的时阵，面对着的问题甲因的解决的方法，特别是伫人权的保障甲政策执行机制方面的考量。好，伊的研究的结果甲分析的报告，我就踮遮呢用上紧的速度，紧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因的研究的结果分做4个大面向，第一个是伦理的部分，第二个是风险的回馈，第三个呢叫做组织的监督甲管理，第四个呢是顺正的决策。这4个部分呢是这篇文章所提出来4个主要的部分。好，咱就用上紧的速度，甲这4个部分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第一个伫伦理的面向伊讲伫每一个国家咧推测 AI 使用的时阵普遍拢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权的保障。所以呢，伫 AI 使用的时阵，应该要尊重个人的权利，莫去对个人
造成伤害。所以第一个就是以人为本的原则，袂使去伤着任何个人。第二个就是咱的即个数据的保护，因为伫 AI 的使用内面有真侪个人隐私的部分嘛，甲个人的资料，所以就亲像后面有即个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内面，就是有去规范讲你若是 AI 要来使用即个伫公共服务当中有要处理着个人的数据的时阵应该爱透明，而且呢爱有明确的同意，安尼才会使使用。第三个部分就是咱拄则讲到的透明甲会使去解说部分。AI 伫决策过程当中就是讲 AI 是安怎会使做出即款的决策，伊应该爱透明，而且呢会使来解说讲，你为虾米互我安尼款的建议，安尼才会使去互公共来去信任 AI 的决策。这是第三部分。好，这是整合起来就是咱咧讲伦理第一大部分。过来是第二大部分是风险部分。风险的咧去做即个控制，嘛是伫 AI 使用当中真重要，因为伊甲即个安全甲有效性是有关系。第一个伫即第二大部分内面，咱会使讨论第一个叫做风险的评估，就是讲政府咧使用 AI 的时阵，应该爱先对伊做即个风险的评估，看伊即个数据的敏感性是悬是低。就像即个医疗的数据因为伊风险较悬，像咱健保资料库内面有真侪大家健康的资料，即款的风险较悬，就应该爱有较严的即个管控的措施嘛。第二个就是爱有做即个动态调整。啥物叫做动态调整的？就是因为咱的技术是一直咧发展的，所以像咱的伫金融的领域内面咱 AI 使用嘛爱甲即个技术的发展做回来做调整，毋是讲你规范设计了后就放咧莫爱插伊，袂使安尼，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管理的过程。最后就是爱制定一寡管制的措施，包括着你头前毋是要做即个风险的评估嘛，佮有即个动态调整最后咧就是为着要来确保 AI 使用的安全性甲可靠性，因此呢，你应该有一寡管制措施来去使用，包括着要安怎来去做审查还是监督甲控制部分，这是第二大单元叫做风险。第三个大部分叫做组织的监督甲管理，要来有效的使用 AI 爱有一个专职的监督甲管理的组织来去做整合甲协调所以呢，会使讨论的第一个是应该伊建议爱有一个专职的机构，亲像 AI 伫后面内面有即个高级的专家工作小组，内面就是专门咧处理即个 AI 问题除了爱有即个专职的机构以外，应该嘛有一个跨部门的协作的部门，因为 AI 使用毋单单是像咱现在有即个数位发展部嘛，但是 AI 毋单单是伫伊的部门伫经济部、教育部内面拢会使用着 AI， 所以除了专职的机构以外，嘛应该爱有建立即个跨部门的协作的会使讲小组是组织所在地，反正就是爱有即个物件就对好。第三个就是咱有即个专职的机构，嘛有跨部门的协作的以外，嘛应该爱建立一个监督甲管理的结构。这是啥物意思咧？就是讲你即马有组织嘛，有即个监督甲管理的机构成立了后，伊需要一个架构来去对即个 AI 的使用无共款的阶段来去做一个控制甲管理。这是第三部分。咱最后来讲第四大单元叫做循证的决策。这个循证就是 evidence base 咱伫公共政策应该有讨论过。咱头前讲到迄三个大单元拢准备好了后，咱最后就是要来做一个决策啦。政府伫咧制定甲 AI 相关的政策的时阵应该爱伫伦理价值甲实际上的数据的基础顶悬来去做决策，来去确
确定讲政策的科学性甲伊的操作性，而且呢保持政策的弹性，来去适应着上新的技术的发展。好，咱第一个就是讲啊，伊应该伫咧政策咧制定的时阵，要有实际上的证据来去做伊的基础。就亲像 AI 伫公共的交通的系统内面的使用啊，应该要透过实际上的证据、数据的分析来看讲，无共款的交通的模式，伊的效果甲风险，再来做即个决定。第二个嘛是共款啦，要保持即个弹性。OK， 因为啊，咱的技术的发展是真紧哦，政策本身啊要保持即个弹性，会使随时来做调整。第三个就是爱即个，毋是讲啊管一届就毋免阁管啊，伊是一个长期的监测甲评估的过程，所以呢，你爱一直对咱 AI 的使用甲相关的政策啊，爱去注意，安尼应该是较好的一个做法。好，以上呢就是这四个大的单元，佫讲一解哦。第一个大单元叫做伦理，第二个叫做风险，第三个叫做组织伊的监督甲管理，第四个是纯正的决策。透过这四个部分啊，伊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咱现主时的政府啊有一寡佫无做讲介好的物件。第一个就是咱现在的数据的使用甲文书的保障啊，即个法律的规范也毋是真完全，就对啊。这第一个现在的挑战。第二个就是咱即摆技术的使用的，抑搁啊伫真简单的阶段，所以未来的应该啊，对即个较复杂、伫正呢风险搁较悬的 AI 使用啊，要有更加侪技术来去做监督甲管理，嘛有即个配合的法律甲规定啊，应该嘛要来去做制定。最后伊佫讲到讲外国的经验啊，第一个伫欧盟啊，因有即个伦理的指引啊，来甲即个政策甲法律的案件来去配合因的应用甲监督管理的系统。伫美国的因的总统嘛有发布即个行政命令甲立法来去对 AI 的应用啊有基本的管理。伫英国啊，伊嘛有一个公部门 AI 应用的带路册，来互因的公务人员知影讲伫 AI 伫公部门公共服务过程当中啊，爱安怎去注意一寡重点。好，咱最后的结论就是反正啦，这篇文章啊，甲咱讲的就是伊要对伦理价值、风险的管理、组织的设立甲纯正的政策这些方面啊，提出一寡建议。包括着应该咱政府咧制定 AI 公共服务法规时阵啊，爱以人为本，保障咱人权的即个原则。第二个风险的管理，伊应该爱看无共款的 AI 的使用，伊所处理的资料敏感性的程度来去规范无共款的风险的做法就对啊。第三个叫做组织的设立，你爱有一个专职的部门啊，伫遮呢。嘛爱去协助无共款的部门来去对即个 AI 的使用有较好的监督甲监测的部分。最后就是纯正的政策，就是做即个政策的决策的时阵啊，爱有即个证据的来做基础啦，爱有科学性甲会当啊来去做使用性即两个部分。伫遮呢爱保持伊的弹性，差不多就是安尼。好，咱即篇文章呢，读起来有一寡无聊啊，歹势吼，甲教授安尼讲。但是呢，伊是上心的有关咱 AI 使用的一篇文章。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呢，你就会使来去网络顶悬，这是免费，你就家掠落来看，应该是看袂了。希望今仔日即支影片呢，会使用上简单的方法，甲大家呢做一个大致上的报告，互大家知影讲咱现在学界对这 AI 讨论今年上新的论文啊，伊是咧写伫要安怎去管理伊伫法律甲规范甲即个制度的设计部分啊，因学者有一寡的看法。好，咱就甲大家报告到遮，最后就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咱后一回则阁甲大家继续来报告咱上新的文章哦。